新台社岛的开发案已经要开始区段定收了，今仔早起嘛办公听会，也毋过反对定收的民众是质疑讲，台北市政府的计划书阁还袂送，就先开公听会，这已经违法了。毛民众是认为开发的动作应该阁较紧寡。早起9点开始的公听会，打开放民众入场，警方禁止民众带机仔甲喇叭。不过，反对的人伫会议一开始就大声提出定数问题，要求停止公听会。反对区段定收的民众一直大声喊，甲警察发生冲突，警方摆做人墙阻止反对的人冲入去。后面的指挥官嘛带领警察做伙喊口令。公听会就伫抗议声内面继续开，面对质疑无提出计划书就举办公听会违法，台北市政府解释这完全合法。在报给内政部核定之前，我要来开这个区段征收的公听会。法令是这样。现场嘛未少支持开发的民众叫反对的人卖闹，佮要求因赶紧开发。强烈反对少数人用非法暴力来严重影响到所有居民的权益社子岛200年的防水利好不好？我希望市政府加速开发社子岛好不好？但是毛民众质疑写到案的宽屏处分票反应撤销，而且也未定案，呼吁因卖急伫一时。退了之后被定验违法，那请问我们的征收计划是不是整个又要重新来过？台北市政府呢，它除了知法、玩法、弄法之外，它还透过这些扭曲这些法令来胁迫我们居民。台北市政府阁讲，社岛因为建建超过50天，厝体真旧，违建的工厂14个，欠缺公共设施。区段征收的开发会当改善生活品质，但是反对的人不满，区段征收面积达到279公顷，这是像灭村的开发，要求保留9大砖头，无条件把这征收的范围提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